小计量的许多观光旅客又过来巧妙事业的后生嘅，在苏菲万世看陆客人做面包看到睇，自家咪爱去聽做聽到講嘅，根本就唔想自家睇嘢咪愛來做面包搞餅壓掉。後世嘅亦都離開台灣，去到英國讀研究所，未順勢睇國外嘅設計公司潛到投入。有擺機會一路談到外國嘅同事講到台灣，能記得自家無了解到嘅台灣，嗰數年lang前一路回到故鄉苗栗，同陸客人共下創立嘅新嘅糕餅品牌，同台灣按站到嘅山拿夾到糕餅都好，希望按精緻嘅屬性同台灣嘅文化傳出來。喺苗栗三米鄉有一間開業30年研究嘅麵包店，係在天然自細食到大。除咗賣傳統嘅麵包以外，還有一項生意爭有嘅屬性酥頭餅。因為來三義，大部分的遊客都去買木雕嘛，那我們想說，讓遊客能夠在這邊帶點那個伴手禮回去，想到說跟糕餅能夠研發出木頭餅、木雕餅這樣子，所以才想出這個木頭餅。頭家蔡運書喺工作提供緊切麵團，要緊切，在嗰啲用鬆散嘅麵團做出地度從酥皮用嘅嘢紋路，而用嘅將表現出酥皮同酥皮嘅紋路，經研究為動機。跟木雕師傅的一些請教啦，還有我們自己的發想。按照第一，一定要有年輪，啊，年輪的表現。那另外還有一個我們木頭的一個紋路。我們把原木的這樣的呈現的東西，把它呈現在這個木頭餅上。做爸爸嘅蔡運書做傳統嘅麵包，用嘅奶液係做精緻嘅西式點心。佢嘅奶液蔡蘇菲1年前同亞洲點心成立一類新品牌。一種使用滑板啊，嗰類叫做種有機嘅冇啥嘅農藥嘅。同一類講嘅話，動功夫嘅正好，變到一地嘅嘢餅嘅講，將拿去配，也係發餅嘅，做一類好事又好講。因為佢烤出來有嘅色水，唔看呢個動醬問題，佢烤出來，佢會燒烤，烤下依家會變糊啊。我們要掌控那個麵團跟那個花的，因為兩個的時間溫度不一樣，所以後來我們終於找到，就不停的嘗試之後，終於找到其中就是某一個特定的溫度跟特定的時間。做阿哥沙嘅蔡蘇菲係西式餅嘅嘢從意中間，做老太沙嘅蔡蘇松係夫妻同亞哥國嘅想法做出商品，兩三人合作到東甲線，莫講唔啲，不但做阿哥沙嘅。用就唔想嚟做一陣樣嘅。小時候其實很不喜歡做麵包店，因為基本上是，就我的童年是沒有童年的，就基本上是就是幫忙。然後那時候覺得說，哦，我以後一定不要做這個。同校世界嘅蔡蘇菲，還有許多英國讀研究所，美式睇國外嘅設計公司是條路，一心向上軌到國外發展。有一擺同家同事打嘴鼓家下，冇想到其實以為想為準備台灣巧妙事業嘅想法。一個俄羅斯同事，他是說他又要去台灣爬山了。我說你要去台灣爬那種玉山或什麼之類的，就是很瘋狂，就是你會想他還要坐飛機飛到台灣，然後去申請登山證才能去爬山這樣。然後我就說你為什麼？他說你不知道嗎？你們台灣的山很漂亮。談到外國人講出台灣嘅山啊有幾正嘅，佢咪將天天嚟知道自家嘅家鄉有幾讚嘅。然後我就覺得好像身為一個台灣人，好像失格，就是有點不夠了解這片土地，然後開始尋找說。這片土地的美好在哪裡？就把台灣當作是一個品牌去傳播。然後那個時候我就開始在思考說，也許伴手禮是一個好的媒介。
过数年人前，蔡苏比转到台湾成立新的品牌，也当中美食同步行业理念独特多。反正行想法就天马行空啊，可以听做唔定，我冇做过。嗰类其实要人也讲，反正你就吃看的啦，冇一天做得咯。嗰类唔要人也讲严格当大摆，因为佢人也讲，嗰东西我逐集就要强样，嗰类食水要强样。我吃动作专业，我当吃得出来讲，夹嗰东西我要做真好啊。所以当中会有很多磨合、摩擦，研发本身就有非常多的困难，就是又要维持好吃，又要维持色泽漂亮，然后又要维持美观跟设计感，然后而且还要无添加，这些事情是非常多的一道的关卡。用台湾出产的茶米来做嘅茶世界论高，韩国代表台湾产呐，同各种法也调为内地的点心同技艺同，就可以采访3至也共同合作出来一点赞美成果。所以山林的部分，我们用的是森林酥跟那个花饼干，然后还有花瓣棒棒糖，用的都是台湾在地的一些有机的原料，跟还有在地的一些关于山林意象的东西。像台湾就是有很自由的文化，然后就有很多自由的灵魂写出诗，然后像台湾的诗人、台湾的文学，然后我们就结合台湾10位诗人去做茶诗蛋糕，它是一个茶做的蛋糕之外。它里面还有随冠附赠一个诗。下注时头经一头剪下来，蔡苏比草头身形复茶调味点味度风，仍然肯定对面的山那风景，仍可一页一页研采产品的设计工艺。每几年人来用推热，强下大饼嘅结果，继续一无抗议，还会继续做饼呢，为喊他懂你看到台湾有几站呢？